来到7月4日，真侪人拢会想到这恐怖的鬼故事。有剧团趁这个时阵推出台语作品《拿刀子》，你叫什么名？想要带观众来了解这拿刀子的故事，不只是恐怖的传说，事实上是父权社会对女性不公平对待。讲古的人用念歌的方式表达出拿刀子的心声。这出戏叫做《拿刀子》，你叫什么名？剧团希望透过和观众的互动，来探讨拿刀子是什么款的女性，对伊来讲，爱情是什么？因为真侪人对拿刀子的印象是，伊是一个真恐怖的查某鬼，却无去受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无公平。这粒是真实，一对。就是责任咯。互大家知影讲，以前的女性伫迄个时代受到的一些代志是无公平的，所以伫这个剧场内底想要甲伊反对这件代志，甲伊翻案就对了。这是编舞家何晓梅成立的舞团，伫中原即天推出来美亚现代关录音浸水式的剧团体检，即届也和民谣大师陈明忠合作，创作6条的台语念歌，透过美亚导演和舞者的互动，互观众探讨爱是啥物。过去的代志，吉空水啊，风啊去，就是要甲观众讲。不管你思考到对答，落尾人要转去，拢是双手空空，江山咱由别人。所以有迄代志，其实就是过去，互伊随风去。舞团表示，因未来会伫中原节迄天开始连续90场的演出，希望透过表演，互大家了解，其实拿刀子伊并无遐恐怖，恐怖的是父权社会女性无路通行的命运。记者陈阿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